忧闷吗？忧虑、忧闷、烦躁，还好，或许有的时候有一点吧，有一点，睡不着，压力大。但是诗篇42篇说，我们应当仰望他。阿们。我们应当仰望他，因为他笑脸帮助我们，在每一个日子里面，他笑脸帮助我们，所以我们还要怎么样？我们还要称赞他，哈利路亚！我们现在起来，我们要拿掉我们这一周的忧虑忧愁，在这里我们就是要尽情的来赞美他，哈利路亚！上个礼拜是什么节？复活节对吧？让我们知道我们救赎的怎么样？耶，哈利路亚！
弟兄我们虔诚的敬，将我们的右手放在我们的心上面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谢谢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礼拜这么美好的日子，一起聚集在这里来敬拜你，来赞美你。谢谢你爱我们每一个人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愿意将你独生爱子，让他死而流血，让他的性命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世人的罪来付上代价。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更定期的仰望十字架，因为这个十字架成为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记号，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每一个人，主啊，你是配得的，你是圣洁的，你是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爱我们每个人，爱我们的神，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今天我们将每个人献上在你的面前，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敞开心，打开我的耳朵，将能像牧师所讲的话，能够深深刻刻的印在我的心上面。哈利路亚！我们还是这样子祷告，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请坐。